Hello，大家好啊！我係 I'm More Crystal 嘅 Natasha。嗱，咁今日咧又可以同大家咧做一個咧嘅占卜嘅 reading 啦，係啦，一個大眾占卜嚟嘅。嗱，咁今日嘅題目係啲咩咧？就係咧佢對我咧有冇好感咧？我會唔會自作多情啊？係啦，咁咧嗱喺呢個題目上面咧，而家大家見到台上面咧，我已經咧準備咗咧3張咧生命之花咧嘅圖案嘅，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用自己嘅直覺咧去揀選翻咧你認為最有 feel 嘅圖案，咁揀咗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咧跳去咧嚟緊我會俾大家咧嗰個塔羅牌占卜嘅結果度噶啦 ，OK？ 嗱，咁首先咧我會而家咧逐個咧開翻俾大家睇咧嗰個圖案，咁大家記住咧呢啲嘅圖案咧再去揀選咧你最想揀嘅生命之花嘅圖案咯。好，嗱，呢個咧就係第一個生命之花嘅圖案嚟嘅，咁大家咧記住佢咯，第一個嘅生命之花圖案。好，係啦，然之後咧呢個就係第二個生命之花嘅圖案。好，呢個係第3個嘅生命之花嘅圖案。嗱，如果大家咧未揀定咧，都可以咧喺呢一個位置度咧先暫停，係啦，都得嘅，係啦。好啦，嗱，咁咧大家咧記住呢3個嘅圖案，然之後請大家合埋雙眼，深呼吸，諗住今日嘅題目同埋對方，係啦，諗住其實佢對我有冇好感呢？我會唔會自作多情啊？好，咁大家揀好咗之後呢，大家諗到啦，慢慢張開你哋嘅眼睛，然之後呢就揀一個你直覺最中意、最想揀嘅圖案啦。咁揀完咗之後呢，就可以直接呢跳到去你所揀嘅圖案，係啦，去應對翻呢我嚟緊俾大家嗰個嘅塔羅占卜嘅結果。咁喺呢一度咧都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嘅，由於因為呢個係大眾占卜，所以咧未必100%咧可以應對到所有嘅你哋同埋情況噶。咁所以咧都請你哋咧睇到你哋相應嘅 reading 嘅時候咧，只需要將有應對到你哋嘅情況同埋嗰部分咧，咁就已經可以噶啦。如果你哋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咧個別嚟揾翻我 Natasha 去幫大家咧做翻一個咧針對性嘅個人占卜嘅。好，咁事不宜遲啦，而家開始啦。好，咁咧就同大家咧開始講下選擇第1號呢一個生命之花係啦嘅花紋啦，係啦嘅朋友仔，咁究竟咧對方咧對我咧有冇一啲嘅好感啦，同埋咧我會唔會係自作多情咧？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咯。咁首先我揭翻啲牌睇下先吓，好，呢個最後一副，好嗱。咁首先咧你會見到啦，咁就嗱，如果講緊咧對方嘅內心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咧有一個咧叫做錢幣啦，錢幣嘅逆位啦，咁其實即係話咧，其實對方咧而家佢嘅諗法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物質主義者，係啦。咁如果佢係真係對你有一啲嘅好感同埋意思嘅話咧，其實佢會做一啲嘅行為嘅，例如佢會係買一啲你中意食嘅嘢啊，中意即係你嘅喜好啊，佢會係用金錢，即係我哋講緊咧，佢係用一啲嘅物質咧去講得唔好聽，引誘你啦，咁博你個好，即係博你對佢有好感啦。咁即係話好明顯咧，呢個人咧其實咧佢對你有啲 feel 嘅嗱，但係咧有一樣嘢要記住，佢雖然對你有 feel，亦都用一啲嘅物質咧去即係吸引你啦，係啦，等你對佢有好感啦。咁同時其實對方咧對你都會有一啲要求㗎。咁佢其實亦都希望咧可以俾翻，即係你係可以俾翻一啲咧相對應嘅回報俾佢㗎。係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啦。嗱，點解佢會咁樣有呢啲行為出現咧？咁其實有機會咧，呢個人咧佢以往咧佢可能有投入過其他嘅感情，而呢啲嘅感情咧佢係受過一啲嘅傷害啊！即使咧佢對你有啲嘅 feel 嘅話咧，佢都唔夠膽立亂咧咁
輕舉妄動啊，可能會試下你嘅心意同埋嘅諗法，因此佢對你嘅防備心咧，亦都咧係會有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會有戒心嘅。咁其實喺權杖裏邊咧，權杖9咧，亦都咧可以睇到咧對方咧嗰個行為咧係點解會有呢種情況咯。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如果咧今日問嘅你哋啦，問嘅朋友仔啦，你真係對佢哋，即係對佢係有一啲嘅好感嘅話咧，咁其實對方咧相對地佢對你都有好感嘅，不過咧佢就會比較小心翼翼咯，係啦，會小心翼翼啦。原因係因為佢過往個感情嗰個問題，可能都受到一啲嘅衝擊啊，同埋挫折啊咁樣樣咯。咁佢其實 opening 咧都希望咧用一啲物質嘅嘢去吸引你啊，但係亦都咧佢對，如果佢真係想發展呢一段感情，其實佢亦都希望咧喺呢一段感情裏面咧都有翻一啲咧相對應或者係佢心目中咧一啲嘅回報喺裏邊嘅，係啦，咁並非佢係一個唔好嘅人，一個小人，唔一定係嘅，係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其實佢點解會有呢種咁嘅情況咧，咁你哋可以多啲留意下係咪有呢啲咁嘅狀況出現，或者係了解多少少咯，係啦，咁至於你自己嘅心意咧，其實講真，你一問得呢條問題咧，相對地咧，你都會對對方咧係有一啲叫做好感，你先至會問噶嘛。咁但係咧，可能你就要留意翻你自己嘅心裏面啦。因為點解咧？嗱，我哋講緊咧聖杯七，其實都係咧嗱，逢親出現有聖杯咧，其實嗱，你會見到咧呢度同埋呢度都有聖杯嘅，係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你都係一個感情比較豐富嘅人嚟嘅，但係咧你有機會咧嗱，我講幾個情況啦。咁如果咧分咗手嘅朋友，你係要想開始一段新嘅感情，又希望又好想知道對方係咪對你有感覺，其實對方真係對你有感覺有好感嘅，係啦。但係喺你自己身上面咧，其實講真，你可能將之前過咗去嘅感情咧，你仲未放低。係啦，咁所以咧，你係要好察覺到你自己嘅內心咧，究竟係想點，同埋咧，究竟咧你係覺得對方咧適唔適合你 ？That's why 就算對方對你有好感，你都要睇埋呢一樣嘢，對方究竟你自己適唔適合先？係啦，你唔適合就講真係唔好勉強嘅，係啦。OK， 咁當然啦，如果未拍拖嘅朋友咧，就要搞清楚咧呢個人究竟啱唔啱你咯，同你係咪情投意合啊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分咗手嘅你咧，其實對方咧都係對你仍然有嗰種嘅好感喺裏邊嘅，係啦。但係由於因為咧大家都受過傷害啦，雖然佢仲係對你有啲feel 啊，或者仲係對你有好感啊，但係其實好擔心咧就算真係有好感復合咗之後，那又如何呢？可能個問題呢，依然呢都係改變唔到啊，係啦，即係都會出現一個分手嘅局面。所以呢，我覺得呢喺呢一副牌裏邊嚟講呢，如果呢係你係一個未拍拖嘅朋友仔，又或真係對對方有啲感覺，而家係呢一副牌裏邊，其實對方亦都對你呢係有一啲嘅好感嘅話呢，你又覺得自己係啱對方嘅話呢，其實你哋係可以發展落去嘅。係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分開唔同幾個嘅狀況睇咧，就真係要留意翻嘅呢一度 ，OK， 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噶，所有咧嘅感情咧，一定係建基於你哋有冇去經營啦，咁你對人哋有好感啫，人哋又對你有感覺有好感啫，但係係咪要努力咧？係要努力嘅。係啦，冇錯。所以如果萬一，譬如而家想問呢一樣嘢嘅朋友仔呢，你係想發展一段新嘅戀情，又已經知道喺呢一個牌面上面對方有好感嘅話呢，其實你自己呢都要主動多少少噶。係啊，咁所以呢，如果你係肯咧，做主動嗰個嘅話咧，其實咧喺呢副牌面上面咧係有機會咧可以咧發展落去嘅。咁所以咧，亦都咧應驗咗咧喺我今日咧俾大家咧呢一個係啦，呢一個咧牌裏邊啦。咁其實咧呢個叫穩定，穩定咧唔係話你哋個感情穩定，而係話咧你要識得咧靜觀其變。
以退為進，亦都咧要好明白對方嘅性格啱唔啱你啊，佢嘅喜好啊，佢各樣嘢同你係唔係投契咯。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就算對方對你有好感，但係如果你哋兩個嘅性格唔夾嘅話，其實個結果都係一樣，未必可以長久啦，或者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所以其實咧，生命之花咧俾你一個叫做啟示咧，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你要穩定。穩定嘅意思就係你要識得咧靜觀其變，睇下對方嘅心意對你有幾多，係啦。咁而點解要你去做主動嗰個咧？因為好似我頭先所講，對方有機會佢亦都係靜觀其變緊嘅，佢亦都唔敢輕舉妄動嘅，佢係一步 step by step 嚟，佢亦都對你有要求嘅，係啦。咁你咪要睇佢亦都好有嗰個防禦心同埋戒備心嘅，但係佢又好有 feel 喎對你，咁你就要俾佢覺得你其實即係要提升喺佢心目中你嗰個地位同埋個信心咯，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嘅生命之花咧呢一個咧嘅契機咧，亦都可以俾到咧你一個好好嘅答案同埋一個嘅啟示嘅，係啦。咁只要你肯努力，同埋對方又對你有好感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咧繼續發展落去噶。OK， 好，嚟到咧，如果抽咗2號牌嘅朋友，即係呢一個花紋嘅朋友，咁就會留意下咯。咁咧，我而家開副牌睇下先啊。抽到2號仔嘅朋友，即係揀咗2號仔，生命之花嘅朋友，好嗱，咁咧就首先我要講一講啦。咁其實咧，對睇到成副牌個牌面咧，其實都會睇到咧，對方嘅內心咧，其實係一個比較理性啦、踏實啦，同埋咧，佢係暫時喺當刻咧，佢係內心裏邊咧冇一啲咧，佢係明確嘅心儀嘅對象嘅，係啦，尤其是對感情。係啦，咁即係話咧喺呢個牌面上面咧，其實就唔係好睇到咧，佢對你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好感嘅，係啦。咁點解咧？嗱，其實咧我哋會睇到咧，因為權杖咧，其實代表咧佢係比較踏實啲嘅，即係冇一個叫做話對方嗰個內心，或者對對方有一個叫做好感嗰種啟示喺裏邊嘅，因為佢呢個冇出現聖杯嘅，呢個第一。好啦，第二咧，你會見到咧命運之輪啦，係啦，嗱，咁其實呢個人咧佢好得意嘅，佢除咗咧佢係踏實理性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咧中意自由、中意有自己空間嘅人嘅。係啦，嗱，不過咧有個位咧，你哋可以留意多少少嘅，就係如果你發現你心儀嘅對象，你好想知道佢對你咧有冇好感嘅話咧，從佢嘅行為裏邊咧，呢個命運之輪就會睇到噶啦。第一，你留意下對方會唔會呢排咧打扮得靚咗、好睇咗、有型咗，不論男女啦吓。OK， 咁其實點解咧？其實即係話咧，佢開始佢揾到一個心儀嘅對象，對佢有好感，所以佢先至會打扮嘅。嗱，呢個幾得意噶，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咯。係啦，即係留意一下。如果你發覺真係喺呢排身邊裏邊你心儀嘅對象，佢對你有冇 feel，你會睇到佢嘅打扮會唔會一如既往，即係一如以往都係咁樣樣，咁即係話佢對你冇 feel 咯。係啦，但係如果唔係，佢好似同平時有啲唔同咗，甚至乎打扮得靚咗、好睇咗，係啦，型咗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咧個心裏面咧，佢係想咧同對方咧去發展，咁你就要睇下個對象係咪你自己本人啦。OK， 係啦，咁呢個幾容易睇得到嘅，咁你哋可以咧留意一下啦。OK， 好。係啦，咁至於咧你自己本人咧，講真啦，嗱，你揀咗呢一個咧嘅世界唔係生命之花啦，呢一個嘅花紋啦，咁其實咧亦都反映到咧喺呢副塔羅牌裏邊出咗咧，你都同樣地係一個咧中意自由自在啊，唔中意俾人限制嘅人嚟嘅，係啦，所以咧咁啱咧，其實對方都係呢一種人，係啦，咁變咗咧。其實咧，雖然咧你係比較唔中意受人限制啊，中意自由啊，亦都係好奇心比較重啊，係啊，咁所以咧你咧要進一步咧再諗翻清楚，究竟咧你同對方咧，第一係咪真係性格好夾啦，係啦，第二咧係咪有共同嘅話題啦，咁先至可以咧有機會咧發展落去噶。雖然咧當刻咧
佢可能對你冇 feel，但係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呢副牌裏邊咧，由於因為咧兩邊咧嘅內心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嚇，即係都唔中意俾人控制啊，中意有自己嗰種嘅諗法啊，同埋中意自由、中意空間㗎。咁其實呢一個 point 咧都係一個共同點嚟㗎。如果咧大家咧有咗呢一種共同點嘅話，再去注意翻對方嘅性格究竟啱唔啱自己咧，咁其實係亦都有一個叫做發展嘅空間喺裏邊嘅，係啦。咁所以你記住咧，我頭先所講啦，睇下佢最近會唔會真係自己會識得打扮多咗啦，同埋咧會唔會喺你面前做咗啲唔同嘅嘢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睇得到噶啦。OK， 但係如果冇嘅話，就即係話咧，其實佢對你係冇乜意思，冇乜好感咯，嗰個感覺。OK， 係啦，好係啦。咁所以咧仲有一樣嘢啦，就係咧，由於因為你自己本身咧，你都係中意崇尚自由啊，俾空間自己啊，但係咧調翻轉你好得意嘅噃，你咧自己咧其實都係好點樣講啊，都好有佔有欲噶，係啦，好有佔有欲啦，同埋咧點解會有呢樣嘢情況出現咧？就係有機會咧喺對方咧嘅身上咧有其他嘅競爭者。係啦，嗱呢個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出咗呢一個出嚟？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代表咧競爭者啦，同埋咧你都好想佔有呢一個人，但係你都要睇翻對方究竟對你有冇意思，或者對你有冇好感啦。係啦，即係話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啊，就原來咧喺佢身邊嘅人，即係喺嗰個人，即係對方身邊嘅人，原來都有人咧同樣地對佢好感，但係你又未必知道咧佢對人哋有冇好感，所以點解我會建議大家咧去睇下究竟佢喺邊一個面前會特別中意咧打扮自己啊，行為同平時唔同咗咧，咁其實就好容易會知道嘅。OK， 係啦。可以嗬，係啦，好，咁所以咧，要留意一下，咁所以變咗咧，你會見到咧，佢裏邊咧亦都會有一個叫做咧，寶劍10，係啦，呢一個，嗱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個結果出嚟唔係太好，但係我都 anyway 我都照講啦。咁因為點解我頭先講咗咁多嘢，話你要睇下，雖然你哋大家係同路人，但係你要睇下究竟你哋夾唔夾，因為如果貿然咧繼續發展落去，會有個好大嘅問題出現咧，其實好容易咧會出於咧一啲叫做傷害多過快樂嘅，咁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噶吓。雖然可能對方咧對你好有好感，但係原來可能你哋兩個喺性格啊、思想啊、行為啊、處理唔同人同埋事方面咧，其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排斥啊，或者出入嘅時候咧，反而你哋咧夾硬夾喺埋一齊咧，都唔係一件快樂事，亦都唔係最好噶，係啦。OK 吓，你有機會你係對佢真係有好感，係啦。雖然可能佢對你未必喺而家呢一刻有好感，但係你要記住呢一種嘅好感咧，千祈唔好為佢付出太多喺而家呢一刻。尤其是如果朋友仔你哋係對對方咧係有好感，對方而家呢一刻未必對你有好感嘅，記住睇翻呢一個佢有冇呢種行為出現，亦都唔好為佢咧付出得咧太多，因為咧你為佢付出得太多咧，唔代表咧一定有結果噶，係啦。見到唔對路咧，你就要咧識得控制自己，有自己嘅原則，要去停止呢一個問題咧繼續產生，唔好俾自己咧陷入一個咧困局裏邊。OK，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揀咗咧生命之花咧呢一個嘅話咧，咩叫劃清界線？唔係叫你劃清界線，你係要好清楚自己咧同佢係咪兩種唔同嘅人，係啦。你要好清楚劃清界線嘅意思，即係話你要有翻自己嘅原則，你要係時候放手，你要係時候停止對佢嗰種嘅感覺，係啦。因為對方未必真係對你有一個好好嘅好感啦，係啦。除非佢真係做咗某一啲嘅行為。OK， 咁希望咧呢一個嘅 reading 咧可以幫到大家咧搞清楚你同佢之間嘅關係，究竟你哋夾唔夾？係啦，不論係對方對你有好感也好，你要搞清楚成樣嘢。冇好感嘅，你唔使諗，你真係好似咧呢個生命之花咁樣咧，要有自己嘅原則，係時候要停止，唔好繼續為佢去付出咯。係啦，呢樣嘢好緊要噶。嚟到，如果揀咗咧3號嘅朋友仔呢一個生命之花嘅花紋，好啦，咁我哋一齊咧就去
解構下咧塔羅俾你嘅啟示啦。OK， 咁究竟咧對方對你有冇好感？你會唔會有啲自作多情呢？好，哇哦！好嗱，咁咧好，咁首先咧我要講翻啦，咁其實對方咧而家個內心咧，好坦白講，佢真係行工作為先嘅，係啦。咁點解咧？你見到呢個錢幣八咧，其實即係話呢個人咧以工作為主，以佢嘅事業為重，係啦。OK， 呢個第一樣嘢。OK， 因為佢而家咧會為佢嘅將來啊，為佢嘅未來咧去籌謀會比較多啲嘅，係啦。OK， 好努力嘅佢係。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感情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唔會咧唔接受嘅，佢都會保持住一個叫做我哋所講叫做開放嘅態度嘅，係啦，開放嘅態度啦。咁加上咧，其實咧呢個人咧反映到咧，其實佢對於咧愛情或者感情嘅經驗咧，其實佢唔多噶，係啦唔多噶，所以其實佢對愛情嗰個表達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幼嫩啦，或者我哋講得唔好聽，比較幼稚少少啦，係啦。咁可能呢一刻咧，你同佢咧有機會係會有啲叫做曖昧嘅關係嘅，不過咧就未睇到咧佢對你有一個好明顯嘅好感，但係又唔代表咧唔可以喺埋一齊喎。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read 到呢度嘅朋友咧，咁記住留意翻，究竟你而家同佢嘅關係咧，會唔會其實可能喺工作上面啊，或者其他嘢上面咧有啲接觸咧，產生咗一啲叫做我哋成日叫曖昧啊，係啦，曖昧嗰種感覺啦，係啦，咁啊，我唔知道佢對我點，佢又對我唔知，即係我又唔知道我對佢點，佢又唔知道佢對我點咁樣樣，係啦，係有呢一種嘅情況底下，但係我覺得如果喺呢一種嘅曖昧嘅關係底下咧，你自己可以主動少少咧，你可以睇到佢個心思同埋個心意嘅。嗱，不過我要警醒你哋，提醒你哋咧，佢都係以事業為重咧，會比較多啲，所以咧佢對於感情咧，佢唔係咧擺係咧第一位，除非咧你感動到佢嘅啫。OK， 係啦，咁所以變咗當刻咧，就算咧未係話真係做到進一步嘅發展咧，起碼喺你同佢嘅接觸嘅關係裏邊咧，佢對你個感覺都會比較多，但係佢會比較開放，佢會很願意去嘗試咧去接受嘅，係啦咁樣樣。但係我要話俾你聽，佢唔係主動嘅嗰一個咯。OK， 係啦。嗱，咁而且咧，相對地咧喺呢副牌裏邊咧會見到咧權杖七。嗱，權杖七你見到有好多權杖啦，咁咧喺你嘅內心裏邊咧，其實有機會咧你都會察覺得到或者留意得到咧，有其他人咧對佢都會有意思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有機會可能你唔夠人，我講得唔好聽啦，唔夠人冚啦，係啦。咁變咗你個人咧都唔係好堅定啊，係好堅定啊，對佢嗰種感覺啦，係啦，咁又或者可能對方佢可能佢嗰個魅力啊、樣貌啊各樣嘢咧都會比你好啊，都唔出奇噶，係啊，所以一啲都唔容易噶，即係如果你要繼續堅持同佢喺嗰個關係上面再好啲嘅話咧，你係要好有堅毅嗰種嘅毅力喺裏邊咧先至得嘅。OK， 係啦。係啦，咁而咧，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咧，你因為本身可能你嘅自信都爭少少啦，咁變相咧有就算側邊咧有好多人對佢有意思都好咧，你都唔夠膽咧付出太多，驚自己傷心難過，原因都係我頭先所講啦，你冇乜信心咯，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咧，代表住咧你冇乜信心咧，點樣去同人哋咧去爭啊，係啦，咁所以你喺呢一刻咧，其實你都係靜止嘅狀態，你唔敢做得太多嘢，因為你做得太多嘢，有機會係失敗或者係攞唔到你想要嘅嘢咯，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喺成副牌嘅層面上面咧，其實講真啦，對方咧其實而家都唔係話以愛情為重啊，即係唔係以話拍拖行先咯，咁變咗我又覺得唔需要咧太過在意喺呢一方面嘅，係啦，因為而家你個狀況咧係好難咧去吸引到去對方嘅，除非你能夠好願意好努力去改變你自己而引起佢嘅關注，但係都係嗰句啦，唔容易咯，係啦。OK 吓，
咁所以咧，如果咧你頭先咧揀咗咧呢個生命之花咧，其實咧佢俾咗一個咧幾好嘅一個提示你嘅，就係守護。其實咧佢要你咧守護你嘅內心，唔好咧為咗對方咧去逆轉自己嗰種咧嘅諗法同埋想法，建議你都係做翻自己會比較好啲咯。係啦，好，咁咧今集咧就同大家啦分享咗咁多啦，係啦，呢3個嘅唔同嘅situation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嘅話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俾個 like、subscribe 同埋甚至乎咧可以咧將呢一個咧去轉發翻咧俾朋友仔噶。多謝晒大家，下集再見啦，拜拜。